世界足球先生朗拿度開波5分鐘就有一腳炮彈式嘅勁射，只見到龍門反應更快，單手托出。咁見到金黃色衫對藍衫，有冇諗起86年世界盃準決賽嗰場呢？哇！卡路斯助跑唔使咁遠係嘛？跑幾步之後左腳一抽，喂！發生咩事？龍門完全冇晒動作，望住個波彈柱入網，咁究竟點射嘅呢？嗱，不如用呢個角度睇下呢個皇家馬德里嘅後防卡路士左腳一抽，個波內彎飛去龍門嘅左柱，咁大家欣賞下個波旋轉速度，又唔係好似咁快啫噃。不過全人類都望住個波入網，咪輸得抵啦。咪對住呢支世界冠軍法國亦都有攻勢嘅，呢球波呢有驚無險。又睇下另外一球波，最近風頭非常之勁嘅斯丹點樣處理咁近嘅罰球，大腳一抽，可惜係射中巴西後防，隻腳係擋出。86年世界盃兩支球隊打咗120分鐘1-1平手，10年之後話點呢？打到下半場嘅11分鐘，梅里斯射門，龍門擋到，基拉執漏攀平，又係1-1打和。咪之後呢，鄧加有一腳遠射，不過巴煎呢次係冇咁容易妥協咯。從1977年以來，英格蘭就從未贏過意大利嘅。迪馬提奧扣波大力咗，如果唔係，好有機會射門嘅。大膽嘗試用一半新人上陣嘅英格蘭變陣成功，史高斯係大腳吊個波上前俾胡禮聰，呢個31歲阿仙奴攻擊球員左腳一抽，個波係彈地入咗網。呢個時間只係開波26分鐘，英格蘭攞到領先優勢。英格蘭呢場波唔止贏，連勢都好埋㗎。你以為你又有一腳遠射，龍門係接咗。佢哋今年2月就輸過俾意大利0-1。不過最緊要嗰場呢就10月世界盃外圍賽第2組碰頭。上半場完2分鐘之前，胡禮揾咗個報答機會，橫傳翻俾史高斯，呢個曼聯新秀左腳一抽，令到龍門係毫無動作。咁第一次代表國家隊就有波入，呢種興奮心情只有佢自己先至能夠領略到啦。蘇拿罰球俾巴佐割草式命射，可惜又過唔到科拿最後一關。下半場一場陣雨影響球員嘅演出，當卡沙拉基把唔到英格蘭錯回傳之後，意大利呢只有翻去檢討下點樣應付餘下對法國同巴西嗰兩場啦。藍色衫嘅法國隊比較主動，伯蘭斯鬥比杜加利已經過咗英格蘭守門員斯文嘅細龍門㗎啦，好彩斯文揾得翻個波啫。英格蘭要到33分鐘先至有似樣啲嘅攻勢，而佢哋上場用嚟贏意大利嘅大腳長傳再進攻策略，大部分都落喺法國嘅越位陷阱裡面。不過法國呢招唔係次次都得㗎，今次英格蘭就送到俾舒利亞，右腳一吊交俾胡禮，射得應就危險咯。法國42年嚟主場對英格蘭都未輸過㗎，能唔能夠保持紀錄呢？法國隊知道第2場又係和波嘅話，想捧杯就好難啦。今場好活躍嘅杜加利第一時間抽埋去，到下半場23分鐘仍然係0-0嘅比數。換邊之後，雙方已經換晒3個後備名額㗎啦，都係冇進展。斯文救出來攻呢下窩利射門真係值得一讚啊！相比之下，其實巴夫茲把守法國最後一關都好稱職，無奈佢偏偏要喺下半場40分鐘甩手，結果舒利亞就乘機射成1-0，為英格蘭奠定勝局。英格蘭目前已經有6分在手，係捧杯嘅熱門隊伍嚟㗎。無線電視記者劉允清報道。成日掛住3年前世界盃決賽呢兩支球隊0-0打和都冇波入嘅，咁就大錯特錯啦！呢場波有6個入球，維亞利亞傳中，迪比亞路頂入先開紀錄。咪以為巴西嘅成績係好過意大利啊，其實雙方實力一樣。咪住點解咁嘅？太快路做乜？個波係射咗佢撲右。嗱，第二個角度睇到呢，阿柏天尼右腳勁射，原來呢艾迪加想解圍頂開咗個波，改變方向。嗱，講翻兩隊嘅成績，雙方碰頭12次，各贏5場和2場，同時都係入19個波。卡路士係抽射，林巴道話擋入，林巴道連個 pad 都踢甩埋，一人一個烏龍波。打波係咁噶啦，邊隊贏都冇所謂。假如打和呢，益咗英格蘭噶啦。恩沙基啊，俾艾迪加撞跌球證壞12碼和。迪比亞路射入嘅今場第2個入波。嗱，剩低19分鐘領先3-1。喂，巴西嗰支夢幻組合去咗邊度呢？卡路士一個直傳，朗拿度一扣，教翻正嘅右腳被波射成2-3。乜仲有6分鐘完場？夢幻組合另外一個羅馬里奧夢醒時分就冇過埋龍門，射成3-3完場。假如賽果代表各支球隊實力嘅話，英格蘭嘅成績係凌駕世界盃冠亞軍同埋下屆主辦國3支球隊之上啦。無線電視記者伍晃榮報導。硬係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嘅，帶咗冠軍落袋嘅英格蘭打得好斯文，羅馬里奧失機。
巴西有較多嘅攻勢，凡係卡路士負責嘅罰球龍門都會萬二分小心㗎啦。好似呢球波咁樣，斯文就唔夠膽接，拍高個波就算數啦。香港人中意睇巴西波有原因嘅，睇下羅馬里奧鬥俾李安納度心一空，左腳一鬥，跟住傳俾達文拿表演左腳控球，幾黐腳，反波啊緊要過入波啊佢哋。1-1和咗法國，3-3和咗意大利，贏埋呢場未贏輸個波，入波又最多。奠定下屆世界盃熱門地位咯。達文拿左腳抽射又過唔到龍門斯文最後一關。英格蘭嘅攻勢呢寥寥可數嘅。舒利亞呢一腳波算有較有威脅，不過2500萬美金嘅朗拿度亦未見有身價嘅演出。下半場16分鐘，李安納度直傳俾入咗禁區，羅馬里奧把咗一個黃金機會，地波射尾袋入咗。英格蘭4國再輸第一場波，亦都係第一球輸波，但係佢哋係上台呢。喺主場面對球迷壓力嘅法國隊攻勢比較意大利多啲嘅。迪西利開波11分鐘啊，睇準一個機會送錢，斯丹隊咁樣嘅機會永遠唔會失拖嘅，順腳抽入，法國隊係領先1-0。意大利經過半場之後呢，穩定落嚟，跟咗16分鐘嘅攀平。迪里維奧右路策動攻勢，睇準左路卡沙拉基空勢，大腳傳中。呢個拉素球員所做嘅工作只係一頂就完成入波過程。兩隊波都唔輸得㗎，兩隊波都唔想包尾。大家留意下睇世界波啦，佐加夫廿碼個炮彈式勁射嘅波直飛龍門左上角入網，梗係要揾一個波同巴西嘅卡路士罰球相比。又假如賽後談論翻呢場熱身賽，除咗英格蘭贏波之外，會唔會講翻佐卡夫呢球波呢？正當法國以為贏翻一場之際，迪西利係心急鏟跌迪比亞魯一個非常明顯嘅12碼，右邊左邊地波，不如高波穩陣啲，結果雙方2-2打和。4國賽6場賽事結束，英格蘭2勝嘅成績最好，巴西保持不敗，意大利同埋法國苦戰3場都贏唔到一場波。無線電視記者伍晃榮報導。